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在今日节目当中呢，咱要来介绍的是都发局，要讲的主题是和乐广场。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先煞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原来台南市的货物大概都是经由5条港，然后呢集中到旧运河送到那个港口去。但是呢，就是因为地理变迁，所以慢慢的淤浅，而且淤浅的那个程度越来越频繁。所以呢，日本政府还会想到说要另外再开一条新的运河。当时在整个日据时代的这个都市改正的部分其实整个旧市区的改变是非常的大。其实到这个日治时期的时候，5条港的机能几乎已经全部都衰退，那再加上运河的这个功能开始逐步取代了以后，所以整个旧市区的改正对当时来讲是一个都市再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头前这个四边是拢运河，拢船也会当挖啦。这座规抓北边抓规抓拢是西部行，拢咧批发啦。中国城伊怎啊开的时候伊刹那那一节差不多10几吨嘛是拢那个真好。这个好景不常在，这个百货业开始咱台南有百货公司拢起业好，所以中国城伊的慢慢啊就是没落。时代变迁，包括海岸路，包括中国城相继没落。那我们现在海岸路的这个地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中国城地上的问题也即将要解决。重新的改造，或叫府城轴带的改造能够为台南市区带来一个亮眼的建设，那也让这个市区能够脱胎换骨最后希望整个这些都能够非常顺利。绿跟水这2个元素把它引导在这个广场设计里面，它当做一个交流还是活动还是从中正路一直逛街透这个广场以后可以直接到运河。运河新创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面型的、比较现代化、比较新兴的一些都市建设，它也享受这个整个运河运河把它环绕起来，不管它住高还是住低，原则上大概都可以看到整个运河的水景。其实中国城的改建跟拆除跟改建，坦白讲也是一段非常艰辛的一段历程，也历经了好几任的市长大家的共同接棒式的努力，能够让这个中国城的改造慢慢得到社区跟市民的接受跟认同。我们希望说，借着现在我们的努力，来给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台南市的景观，更好的这个整个都市发展的轴线，更好的整个中西区，还有包括中正路、海岸路、5条港文化园区等等的，都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觉得说，哎呀，这个台南市经过上一代的规划、设计跟执行，变得好漂亮，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讲到和乐广场吼，我咧想，咱乡亲朋友有的人还阁有一点陌生，但是我若讲中国城，可能哇，你就知影讲，哇，我知道吼，这曾经是咱台南市的一个地标啦吼。但是呢，经过几当的这个变化，中国城今嘛已经变成是和乐广场吼。那么伫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吼，是咱的这个都发局吼，因伫这个当中呢做拍拼努力。伫3月7号，咱的和乐广场开始开放，互咱的民众来佚佗啦吼，也是讲来遮踅街带囡仔来遮吼，玩玩水吼。那么今嘛这个和乐广场已经是变成咱台南市一个新的地标来介绍咱幕后的工程吼，就是咱都发局局长庄德良庄局长，局长你好。主持人圆圆小姐你好这个电视机头前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是，头拄我讲的中国城啦吼，对我来讲啦吼，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读册的时阵吼，我们都是在那边逛。那时候咱台南市上繁荣的地方，就是中国城、中正路这带吼，啊，搁有啥物迄个三咖喱吧遐。可是就是经过了这个时间的这个历练呐吼，中国城后来伫这个习近平的时代，咱因为海岸路拆路嘛吼。这个中正商圈总要开始慢慢没落一寡商家嘛纷纷这个出走包括讲中国城这地下街家好像很多商家嘛维持不下去，哇，后来就是面临这个被拆除的这个命运。但是咱市政府伫这几当，哇，好像10年前我访问局长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局长只不过那时候是还没有县市合并哈。局长就跟我讲过这个计划这个表示讲咱市政府真正有认真拍拼伫遮这个从一而终，把这个计划完成历经嘛几十年的这个时间那么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这个和乐广场它整个这个过程？我在想那个局长一定有足侪心得是，感谢圆圆小姐其实咱知影这个。和乐广场古代就叫中国城，无毋对实际上更较早中国城做一个伊是咱运河的一个盲段。对，盲段表示咱这个运河迄个行船行到这个港口的时阵，拢会来遮落会起会所以是一个繁荣的这个所在大概在民国大概72年的时阵来开始把这个盲段填掉新建中国城但是因为因为这个。咱整个商圈大概渐渐有往东边来移动。然后这个中国城在我们中正路的路尾了当时圆圆小姐大概也有说明过所以渐渐整个这个环境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在这个在民国82年这第二街开始开澳以后可能这个中国城大概也渐渐来没落但是这个。咱政治里面这个赖市长即摆是咱副总统当选人迄阵9年以后，感觉讲这个所在大概是咱中西区古市区内底应该好好整理处理这个所在所以迄阵大概原则上这个案做前大概有一个构想但是真正来落实来推动大概是差不多为这差不多8到10前开始来处理所以这个案咱经过这个。都一个月重新调整，跟阮地质局大概办一个跨区的区段征收，把这个运河两侧，包括古代新安国小，跟金城国中刷到咱5期的这个新的好资料，迄个校园地我来参加咱这个叫做运河新传古大征收这个工作，因为遐地。变成一寡以后会当起厝的建地以后中国社这因为古代是私有的产权。咱将这个迄边的公有地开发的这个以后的利得来补偿古代中国社家的这个住户所以这个中国社的部分开当顺利离这个民国105年的时阵大概4当前开当顺利来拆除所以这个实际上
严格讲起来，就是咱台南市啊，中西区古市区内底啊，一个足大型的一个都市更新啊，都市再改造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案件。是10年前我就访问过局长，那时候局长在谈我们这个精钻计划的时候，我都会记得中国城这个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计划。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咱市政府、咱都发局加来总审，这个时间花很长啦大家足用心的今仔这个和乐广场也让呈现在咱民众的这个眼前，让我们有一个很舒适的空间，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新的地方啦局长，你谈一下这10年的这个心路历程，好不好？是，实际上这个案当成功时间大概打了蛮长。一般呢，像这多期的改造个这个都市更新工作，实际上大概不是短期间可以处理。尤其我们这个运河新村这个案稍微有一点特别因为牵涉到这个学校的这个迁移。古代学校被迁移到那边古代嘛，有一寡迄个今麦迄个。这个新南国小、安平国小，那有一寡摊贩区古代有一寡迄个他们大概有一些小吃店摊贩区，那边有先处理，学校再把它搬过去，搬完之后咱这个中国社又把它拆除，重新整个运河新钻计划，大概透过这个区段征收方式来进行相关建设，所以这个和乐广场部分原则上也是其中的这个区段工程里面大概一部分所以透过这个区段市区的改造、区段征收，还有都市更新的工作终于把这个开放空间大概就把它塑造出来，所以咱为中边大概原则上大概就不会有障碍物直接可以这个就一眼望去每个地方都很漂亮。对，因为以前到中国城下来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哇好可惜很多人到那边常常都会说中国城就会常常问那个中国城的一些事迹，因为我感觉讲，像有些从国外像中国的大陆的有一种观光客来，他们也会问，中国城就是说这个已经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了啦但是呢，咱今嘛个和乐广场，后摆大家来就是问和乐广场。对，和乐广场。眼看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眼看它人来人往，眼看它人烟稀少。基本上讲到这个中国城已经是历史名词，新的名词、新的地标就是咱的和乐广场。那么这个和乐广场听讲啦是咱世界7大期待的景观之一。哇，世界呢，不是咱台湾嘛，不是亚洲呢，世界呢。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么高的荣誉？是咱这个和乐广场管理迄个旧里底有先办一个命名活动，迄阵足侪咱的网络朋友大家竞相来参加这个命名活动，不要这个有和乐广场这个名称这个第一名所以咱来获这个名这个名有伊的意思啦，是讲这个。中国城古代西边是黄河街，东边是康乐街，所以黄河内底取和，康乐区取乐，较公平所以就把它合起来叫和乐广场。无等下两边相拍。和乐但是和乐咱讲说这个用另外一个名来写和，也可以和平的和啦，家庭和乐，对，也可以阖家和乐阖家平安阖家和乐那个。这个艺术了一刚那个黄市长的开幕典礼，有他讲，现在和乐也可以翻成俄乐了。俄乐，所以这些名大概原则上反正他怎么翻都是好的，都是比较多重的这个大家和乐那咱台湾企业这个个性那这个咱台湾人大概原则上大家都是和和气气，对，做一些处理这个因为阮。古代真重视所以有办一个国际竞图的这个工会所以这个由这个迄个荷兰的建筑师咱国内一个承建筑师大家合作来进行规划设计所以这个和乐广场，所以它除了这个一部分设计的内容保留一部分大概中国城的这个对这个我们叫遗构。所以有人想要个怀念还在对所以这个遗构部分我大概一寡迄个迄个挑啦、棉花部分，有一部分去保留了。对但是佮加一寡新的元素，外国的这个建筑师针对这个工厂这个意象到时迄个讲咱这个有得到
这个纽约啊，富比士杂志来的啊，世界7大公园里面其中的一项。啊，其他的其他6个是包括像纽约啦、墨西哥啦，还有韩国，好像还有新加坡等等。哇，也这个不简单呢。大概就是一个杂志里面啊，它是全世界去挑比较一下啊，觉得我们这个台南市和乐广场这个点设计的内容啊是符合这个世界级的。所以咱都发局拍拼的用心，世界看得到啦。所以我得用一挂更严谨的态度、更努力的态度把这个公园把它这个做好，终于把它做完了。那么这拆除到今嘛目前完工啊，差不多4档哇？无，这个完工是这个今年3月，我这个都要完工。我说4年的这个中间大概有4年，还3、4年哈。我知影讲，当然咱拆除了后。市长上任1年多嘛哈，市长这个也很积极的，赶快想要把这个和乐广场给完工哈。那么今嘛已经完工了后，咱嘛开放给民众，然后我有看到，我刚开车底下经过我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啦哈，父母带着他们去玩啊，而且讲年轻人他们就在那边拍照啊哈。今嘛大家拢流行打卡，流行这个网红哈，大家拢去底下放到那个网络上去分享哦。那么这个工程啊，我想在这当中也花了很多很辛苦的这个想法啦，而且讲在这当中一定有经历过一些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地方，是不是啊？局长嘛，跟咱分享一下。是，而且这中国峡这个和乐广场的这个新建过程实际上是蛮辛苦的哈。咱在古代这个中国峡，因为伊是这个差不多11楼的大楼啊。地理这个运河盲断的顶管，所以这个水的这个浮力压力的部分呢，可能是应该在整个拆除工程里面要特别考虑，因为这个咱保留一部分的遗构表示这个水的浮力承载部分，承上原来的水可能要把它这个结构部分要把它压得住所以为什么会被跳下去之后大概非常的小心翼翼因为要保留一些必要的梁柱保留在现场里面所以并不是全面的拆除所以针对这个结构的计算、水理浮力的这个计算遗构要保留哪些东西大概就会很小心翼翼的部分来进行一些处理所以这个工程稍微会稍微长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案为了大概原则上它会有一些这个设计的一些特色了所以这个3月7号启用仪式之后可能我其实我们收到就这些市民朋友到现场去看那这个案的设计原则上它就是白天还有晚上各有不同的风情值得大家白天也可以去看晚上也可以去看尤其是夜间的这个相关照明的部分大概这个非常显现这个大家这个一团和气那个一点一点亮晶晶整个会把这个原来这个和乐广场的这个位置点亮的非常的亮丽。现在我们市政府工程都尽量人性化了尽量呢适合咱的民众因的休闲是讲适合他们的生活，但是太适合的时候也让人家太安逸听讲一寡民众开放了，到现在也才几天人是很多去看的人、去参观的人，还是讲去遐佚佗的人真多可是人一多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讲。这内底去遐佚佗的人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新的这个设计原来这个是灯箱不是椅子，有人把灯箱当作椅子就坐上去了。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花那么多钱，也是希望说，当互伊安尼继续足久的些时间嘛因为毕竟到尾迄嘛是拢咱民众开的钱咱市民的这个税金啦。那么咱希望讲市政府做好嘛民众爱配合市政府足用心的你也想看嘛，咱会当荣登这个富比士杂志的7大这个一个景观。那么就是表示讲咱市政府真正伫这个底用心咱民众嘛是爱用心去维护袂使靠市政府去维护民众嘛是爱配合局长说说你的看法。是这里和乐广场实际上这个新建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
大家如果到现场去看，原则上啊，它大概有几项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设计的方式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原来把那个中国城的 B1 城啊，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它就放成一个这个大概一个水池啦，一个水池那水池的部分原来水池的部分，它原则上旁边还有一个大概弧形的这个山丘，山丘上面大概会有一些草皮种一些乔木树木大概把它当做一个大概大概比较偏向海边有水有绿有那个斜坡沙滩那种感觉下来所以这个市民朋友大概白天如果天气热的话，实际上会当去这个邓下卡迄个到内底卡小可以聊水一下小朋友也可以去玩一下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尤其台南市大概我们在亚热带国家里面，大概夏天比较热是可以去玩水，而且它这个实际上有一些我们叫做气候变迁的时候有一个微气候的调整就是原来很热的时候大概有一些水原则上温度周边大概就会把它降低树木原则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氧气二氧化碳的交换所以这个尤其是咱中西区就因为古地都市发展内底这内底都古地较欠这个大型的公园所以这个公园绿地的部分实际上用来提供咱一个这个休闲，然后这个吸收这个相关分多精一个休闲的场地但是这个设计案内底个下暗时因为下暗时这个台南市热下暗时大概可能都会出门去踅街小可去外口私家河畔这大概出去行行所以这夜间照明也是很重要那这个设计案里面针对夜间照明的时候也花很大的这个精力古地迄个灯柱的部分，实际上它也是要营造那个灯光的效果也差不多宽度超过30公分它上面是平的但是把光往地板投射来当一个光圈那个感觉起来所以远远看起来大概原则上有100多支的这个景观灯的部分看起来一圈圈大概就是有它的趣味性不过这个景观灯的部分纯粹是照明所以不是让人家来这个站，还是来这边坐可能我们是大概再一次呼吁我们到现场去参观的这个市民还是其他的人可以稍微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景观灯我们就用看的不要去给它做，不要去给它踩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环境就可以保持让更多的市民继续来这个观赏共同来这个体验。讲到这个中国城的时代啦，就是讲伊这个商圈慢慢已经没落大家拢已经出走啦但是就是讲楼上还有人在当住家嘛可是我们空在那边，难免也是治安的一个死角啦过来就是讲，我要请教咱局长就是，伫咧中国城那边，就是说要搬迁的时候，在跟这个住户沟通上，应该也会有一些故事吧？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这有啦是这个案当成功大概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迄阵大概小足一波啦大概原则上。因为这个中国社区10几楼这种私有的商馆这个商馆这个政府如果要来征收补偿，实际上这金额足悬啦几啊亿迄阵市政府也无这个钱所以迄阵就想着讲用这个迄个温和对话有伫新南国小金沙国中遐持有地部分做一个这个建地的交换用遐的迄个建地以后会当卖出的这个价值来补偿中国社区的这个10几楼这私有商馆的部分这然在过程当中也蛮辛苦的。这个承蒙古地中国社足侪地主啦大家透过沟通之后，因为那么几百户呢，对，透过沟通，大家拢会当一致的那个也很困难，这个沟通要很重要所以迄阵市政府当时伫咧中国社限制用来办一个工作室向这个当地的居民进行说明沟通大家把一些事情他的权利还是怎么样讲清楚那后来也谢谢了谢谢这个原住户大家都共同来这个合作体谅终于把中国城这个拆除那么当然现在已经是和乐广场的一个新的地标嘛吸引足侪这民众来到这个所在佚佗啦那么咱台南市整个这个观光就是已经都很发达嘛我在想呢，咱的民众来到这个和乐广场，我在想应该还可以结合附近很多的景点，
我们常常说一日游、2日游啊，哈，是不是？局长嘛，跟咱分享一下，如果要1日游要怎么规划？这个2日游要怎么规划？是，其实这个和乐广场都要离咱中正路路尾啦。啊，路头的部分就是中正路。中正路你一直往东走，就是到咱这个古地这个古尾市政府，这摆是叫做文学馆。文学馆啊，这个汤德章纪念公园然后再转弯的话，行着中山路就可以到台南火车站所以以后的这个外口的这个这个朋友，还是外关街朋友啊，你也坐火车来行中山路到汤德章纪念，我到这个中正路到我们的和乐广场。实际上和乐广场的西边就是台南市的运河啦。哎，对。运河部分，即摆阮市政府的管理局有一个这个运河游船计划，叫做金色流域。所以它现在工程也在做。一些金色流域以后啊，运河沿岸大概也有一些夜间照明的一些设计所以以后大家来这个所在，到这个这个和乐广场边啊，运河边啊，大概就可以来做这个游船游船大概就可以做到安平。这个到安平的话，实际上大概就是整个这个脉络大概就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你嘛不一定讲一定爱开车到安平啦，因为安平遐车有哪是或者说在你足侪所在去停。你到和乐广场坐船到安平，省省的。你可以在稳得稍微欣赏一下这个运河沿岸的这个漂亮的这个景观，再来和乐广场，然后再回家。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带状型的这个游憩的这个行程。另外我大概来补充一下，大概市民朋友很多都关心了这个和乐广场里面水质的问题，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这水的部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改造工程里面有做一套非常大概非常大概比较重视的一个水循环系统，所以我的水大概每天大概都会进行过滤，过滤里面它原则上它有3道，第一道就是基础的过滤，一寡的较到上面的，到上面的部分像一个较粗的刷啦、树叶的部分，就眼睛看得到的。对，它原则上大概第一道会过滤，那第2道的话大概就是用 RO 级的RO 的过滤，第3道是更精细的，就是我们叫 UF 的过滤，所以这个因为它有过滤系统，所以你落雨的水落来，原则上它也可以使用。它 UF 的功能是什么？UF 原则上是比 RO 更精细，就是说里面的这个含菌量部分又比这个 RO 更少，所以它是属于安全的啦。这个水质的部分是安全，所以我们这个启用之后这个水就是循环来处理使用所以会用这个1级、2级、3级看这个水质的状况，还有这个游客的这个多少大概随时来进行这个水循环的这个过滤，还有这个运用关键大沙水的部分，因为经过过滤大概不会永远都是使用自来水，因为会过滤之后这个水还可以再利用使用所以这水质的部分、水量的部分原则上透过这个过滤系统大概就可以节省一些水。所以你卫生的方面，对，不好意思，所以咱卫生的方面我们就不用去担心了就是说你若带囡仔去，我们有时候怕说小孩子的抵抗力不好，其实我们这个市政府一点都替咱想好是，所以这个水质的部分请咱市民朋友会当放心。是，今仔感谢咱庄德良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给咱介绍咱新的地标咱和乐广场以后是咱市民一个很好的去处啦嘛希望讲咱的市民多多来利用因为这既然是咱的这个宝藏咱就爱好好来利用今仔个介绍感谢咱局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